大家好，我係特約主持人阿妙。呢個星期我哋會將焦點放喺宏福苑同埋香港獨立書店呢兩個主題。喺講香港經營獨立書店有幾咁難同埋有幾大風險之前，我哋將焦點放喺宏福苑。獨立委員會開完最後一輪嘅聽證會，阿妙幫大家將呢3日嘅結案陳詞重點整合咗。我哋一齊睇下唔同嘅涉事方點樣爭取呢一個最後嘅機會去為自己辯護。獨立委員會30場嘅聽證會嚟到呢一個星期，最後3場聽證會由星期3開到星期5。之前有出席過聽證會作供嘅唔同涉事方，仲有委員會自己嘅法律代表都有做結案陳詞。喺大火嗰陣，負責宏福苑物業管理嘅智邦興業先做結案陳詞。代表智邦嘅大律師何卓衡話，作為宏福苑嘅物業管理公司，雖然佢哋冇被委任到做工程顧問，冇監督嘅角色，亦都冇額外收到服務費，但對於居民話有工人食煙等等嘅投訴，佢哋都有幫手處理，有同總承建商宏業同埋工程顧問鴻毅反映返。而佢哋嘅職員見到有工人食煙嗰陣，亦都會好大聲咁喝止。但佢話智邦冇執法能力，淨係可以做到勸喻，所做嘅作用有限。何卓衡又講返，智邦嘅職員幫手放消防水缸嘅水，同埋閂咗消防總掣呢件事，而矛頭就直指宏福苑嘅2間消防承辦商中華發展同埋宏泰。何卓衡話，放消防水缸嗰日，管理處係應總承建商宏業嘅要求，派電工羅國瑞去到宏福苑度幫手。又話當時羅師傅放水嗰陣唔小心閂咗消防總掣，係令人遺憾。但佢話如果宏福苑有跟翻最新嘅消防系統保養守則去做，喺消防總掣旁邊有相關嘅警告，成件事根本就唔會發生。佢又話值得注意嘅係，點解放水嗰陣，作為消防承辦商嘅中華發展會冇人在場㗎啦？如果佢哋當時有人在場，閂錯總掣嘅意外亦都唔會發生。何卓衡又話，羅師傅係喺8月閂錯咗消防總掣，而場大火係喺11月發生，中間隔成3個月嘅時間。佢反問點解閂咗總掣呢件事隔咗咁耐都冇人知？佢又話另一間消防承辦商宏泰嘅人，早喺大火發生之前嘅1個星期就已經發現呢一個問題。佢哋亦都好清楚，閂咗總掣就代表消防系統失靈，但佢哋都冇開翻個總掣，亦都冇叫到中華發展跟進翻件事。何卓衡質疑宏泰嘅董事鍾潔文喺作供嗰陣話唔好教人做嘢嘅講法。又話鍾潔文聲稱有試過問智邦嘅物業主任鄭子瑩攞消防裝置關閉通知書嘅講法，係想將責任轉移到智邦身上。而鍾潔文所呈堂嘅所謂電話記錄上面根本冇顯示到電話號碼，批評呢啲證據係順口雌黃，唔合常理，亦都完全唔可信。代表中華發展董事梁秉基嘅法律代表就反駁智邦呢個講法，話放消防水缸嘅水同埋閂總掣嗰日，佢哋之所以唔在場，係因為誤信宏業係註冊嘅消防承辦商，會有人喺現場視察。仲引用跨部門專家小組作供嗰陣講過，居民得10分鐘嘅時間逃生呢個講法，話就算大火嗰陣消防鐘有響，居民都好難走得晒。佢講到呢一度，主席陸啟康就出聲話好難接受佢呢個講法，質疑中華發展咁樣講係想減低自己嘅責任。另一間消防承辦商宏泰喺書面陳詞嗰度就重申，佢哋只係負責幫宏福苑嘅消防系統做年檢，而跟翻法例，佢哋冇責任要通知消防處宏福苑嘅消防系統閂咗呢件事，唔可以話佢哋係有份造成呢一場大火。咁政府又點樣講啦？代表政府嘅資深大律師孫正乾話，宏泰冇通知消防處，警鐘失效係唔能夠接受。唔單止宏泰，孫正乾喺陳詞嗰陣用咗唔少嘅時間去批評宏業、鴻毅、智邦同埋中華發展都有管理失當，辜負咗政府同埋市民嘅信任。佢話中華發展冇去到現場做評估，就幫宏業交消防裝置關閉通知書嘅申請，而智邦就擅自派人去喐啲消防裝置，
錯誤咁樣刪咗消防總掣，佢哋嘅責任亦都唔能夠忽視。孫政權又話：呢一場大火之所以發生，而且燒得咁快，導致咁多人死傷，係因為有工人喺嗰度食煙，承辦商用咗冇阻燃性嘅棚網同埋帆布，又用發泡膠封窗，仲喺用嚟走火嘅後樓梯嗰度開咗生口，加上消防警鐘失效，呢6個因素係直接構成大火嘅成因。佢又批評宏業喺房屋局獨立調查組，即係簡稱 ICU 巡查之前，急急去買翻有阻燃性棚網嘅做法，係蓄意同埋有組織咁去監管嘅機構。鴻毅同佢哋嘅檢測人員唔約，亦都冇盡到監督嘅職責。宏業同埋鴻毅嘅全面失責、濫用機制同埋政府，已經證據確立，要負最大嘅責任。但成個政府有咁多個部門參與監督大維修工程，仲請咗咁多專業人士去幫手，點解又發現唔到呢啲問題啦？孫政權就承認政府嘅監管係有系統性嘅弱點，有改善嘅空間，但政府發現唔到有人合謀蓄意違法，係因為呢啲嘅私營持份者嘅不作為，嚴重阻礙同埋削弱政府嘅監管，而呢個情況唔係導致場火發生嘅直接原因。佢又話大火嘅直接成因同監管有弱點係兩回事，希望委員會同埋社會唔好將呢兩件事混為一談。孫政權話：政府唔係要推卸責任，而係當初立法通過做強制驗樓計劃嗰陣，立法機構同埋社會都有共識，要簡化程序、降低成本，就係要靠專業人士嘅自我規管。只可以講係以前太過依賴專業人士嘅自律同埋抽樣審核嘅機制，亦都係呢啲嘅監管弱點，令到政府發現唔到有違規嘅行為。如果因為有系統性嘅執行弱點，就將大火嘅責任完全歸咎俾政府，話政府係呢場火嘅始作俑者，係唔公平，亦都同事實不符。孫政權又話，相對一啲唔出席聽證會作供嘅涉事方，政府一直好配合委員會，有6個部門同埋專責小組，一共31人做證人作供，亦都交咗超過100萬份嘅文件俾委員會，睇到政府係有盡力協助委員會做嘢。佢又話，政府喺大火之後有做到改善嘅措施。例如 ICU 已經取消咗預約巡查做法，佢哋同屋宇署會密啲開會，亦都會同消防處建立雙向嘅溝通機制，亦都已經要求消防處要主動轉介個案俾其他相關嘅部門。有嚟聽證會嘅宏福苑街坊就唔係太接受孫政權幫政府辯護嘅理據，覺得政府似乎係揾緊藉口去淡化，甚至係推卸自己嘅責任。喺聽證會作過供嘅梁浩軒就話，政府淨係用個信字就想推卸晒佢哋冇做好監管嘅問題，係唔能夠接受。作為政府負責去監管或者負責去即係佢影響我哋全香港咁多市民嘅生活嘅一件事，一句話佢呃咗我哋啊，就可以冇事發生㗎嘛。咁佢呃咗你，或者應該咁樣講，你咁信任佢唔係一個問題，或者你預先一開始話我哋設計個系統就係我哋講個信字嘅咁樣，咁我又突然間諗起翻好耐之前政府好似先俾人呃完嚟嘅啫喎，呢個 Happy 水。防人之心不可無啊！你都冇可能無限信任佢，佢係專業嘅咁樣，你俾人感覺就好似你完全係冇做到一個監管嘅責任，然後就一切都賴到制度落去，係個制度嘅問題，所以我都做唔到咁樣。制度都係人定啦，最初你哋定出嚟就係負責去從各種方法去規管佢啦。你即係用咗一個輕鬆嘅方法去規管，即係你係輕鬆啦。但係而家出咗事就話，我哋個制度係咁噶啦咁樣，所以一切都係佢哋嘅錯咁。你好意思咁同我講，拎緊咁多人工，負責我哋香港全部人嘅呢個生命財產安全，你咁樣同我講呢句嘢，不可接受。太太喺大火當中遇難嘅葉家駒更加係忍唔住喊咗出嚟，佢批評孫政權代表政府嘅結案陳詞係接近冷血，亦都睇到政府根本就冇吸取到教訓。尋日嗰份係接近冷血、冷冰冰嘅，冇
感情，只係為咗推卸責任呢份陳詞。尋日政府嘅宣教律師嗰份結案陳詞，其實佢亦都係足以反映咗一樣嘢。面對一個咁大嘅災難，其實所有政府相關嘅涉事部門係冇吸取教訓，佢亦都唔覺得佢應該要有教訓。喺一個咁大嘅災難底下，佢哋都唔可以大刀闊斧將呢啲咁嘅陋習連根拔起，依然喺度一衝舊車，閃得就閃，避得就避。如果整個政府結構都存有呢一種咁嘅心態，我唔覺得佢有得過。你要知道自己錯喺邊，你要吸取咗教訓，你先至可以真真正正去改。我覺得，如果佢係一個真正有負責任嘅政府，佢應該知道佢點樣去負責任，唔係我話俾你聽。每一個人，每一個部門都有份喺呢個砌圖上邊擺咗一塊佢自己嘅筆數落去。葉生就連同另外8位喺聽證會作過供嘅宏福苑街坊，揾咗大律師譚俊傑做聯合嘅總結陳詞，佢哋亦都有提到責任嘅問題。譚俊傑話：咁多涉事方做得唔好，有誤導政府，大家都清楚同埋知道，但政府各個部門喺呢件事上面都有責任。例如有咁多街坊投訴有工人食煙、用發泡膠封窗嘅問題，但勞工處同埋消防處一個就話巡查嗰陣見唔到有人食煙，另一個就話唔係佢哋嘅職權範圍，都冇處理到。市建局嘅招標妥應該係用嚟打擊圍標，但當居民去投訴嗰陣，佢哋就將個波推俾其他相關嘅部門。居民都有問 ICU 嘅預約巡查係咪俾咗機會宏業魚目混珠啦？而居民亦都認為宏福苑嘅大火唔係單一偶發嘅事故，而係多重監管失靈所產生嘅公共安全災難。佢哋又點名唔肯出席聽證會嘅前法團主席鄧國權同埋民建聯嘅區議員黃碧嬌，話鄧國權同意宏福苑8咗一齊搭棚，呢一個決定同場火蔓延有直接嘅關係。譚俊傑話：佢代表嘅居民當中有8位嘅家人都喺呢一場火度遇難，由3月去到而家，佢哋係要承受住難以想像嘅痛嚟出席咁多場嘅聽證會，希望委員會可以提供切實可行嘅建議，令到各方深刻反省同埋還原真相。代表委員會嘅資深大律師杜鑑坤壓軸做總結陳詞，佢就話宏業同埋紅藝係要負主要嘅責任，但政府都要承受一部分嘅責任。佢話政府而家都仲係用緊90年代甚至係60年代設立嘅監管制度，冇與時並進已經係一個問題。佢又話政府喺避免災難、保護市民性命方面責無旁貸，但現實同埋期望有相當大嘅落差。佢話即使政府嘅證人否認有監管真空，但居民嘅投訴冇部門承擔責任，更加點名 ICU 淨係做紙上審查，冇投訴就冇巡查。如果呢啲監管機構有諗下會唔會有人乘漏洞而入去做返審核，結果會唔會唔一樣啦？一個淨係靠信字嘅制度，遇到冇誠信嘅壞分子就會全面瓦解。杜鑑坤感謝作供嘅每一個人，特別係宏福苑嘅居民。火災之前佢哋堅持投訴，火災之後堅持作證。委員會今日可以查明真相，好大程度係因為佢哋嘅堅持。佢又話少數唔肯嚟作供嘅人係擺明車馬，抗拒明顯符合公眾利益嘅調查。有需要嘅話，請委員會對佢哋作出不利嘅判斷，喺最終嘅報告嗰度記低佢哋嘅所作所為。委員會嘅法律團隊亦都喺公開嘅600幾頁書面陳詞總結嗰度列晒168位死難者嘅姓名，又話對喺大火當中遇難嘅人致以最深切嘅悼念，認為將死者嘅名單完整咁樣列喺委員會嘅正式記錄
係恰當同埋應有之舉，再次向所有嘅遇難者致以崇高嘅敬意，永誌不忘。作為主席，陸啟康喺全部人完成陳詞之後，亦都有發言。佢話宏福苑大火係香港非常嚴重嘅事故，令到全香港嘅市民都好心痛。如果冇一個完整有事實支持嘅交代，所有嘅慰問都係空談。佢又話委員會一直按住公平公開、不偏不倚嘅原則去做事，務求俾社會同埋宏福苑嘅居民交代真相。完成聽證會之後，委員會就着手寫報告。按照之前嘅承諾，委員會係要喺成立嘅9個月向特首提交報告。集誌社會留意住委員會嗰邊嘅情況，一有消息會即刻為大家報導。記得訂閱同埋支持我哋。睇完宏福苑嘅情況，我哋將焦點移到去獨立書店。國安處呢個星期一次過搜咗2間嘅獨立書店，仲拉咗人。我哋一齊睇下成件事嘅來龍去脈。國安處星期3去到位於旺角嘅樓下書社同埋田園書屋嗰度搜查，帶走咗一批書，亦都以涉嫌干犯基本法23條下面嘅煽動罪，拘捕咗2間書店嘅負責人同埋職員，一共5個人。喺國安公署採取行動之前一日，有一班前記者創辦嘅樓下書社，其實已經喺 Facebook 嗰度預告咗佢哋做到下個月底就會結束營業。佢哋喺告別留言嗰度話，政府唔交代邊一啲書唔賣得，而書店根本就冇能力去判斷邊一啲書係喺政府眼中有問題嘅書。而最近嘅事態係駱駝上嘅最後一根稻草，面對難以捉摸嘅紅線，考慮到社會嘅環境、財政、團隊成員嘅家庭，仲有身心狀況，就算唔捨得，都係時候要結束。佢哋話：如果呢個告別係因為經營不善，而唔係啲乜嘢不可抗力，佢哋會甘心多一啲。雖然佢哋冇講明係因為啲乜嘢嘅事態而做呢個決定，但睇返近呢幾個月，一拳書館同埋獵人書店先後捲入國安嘅案件，負責人同埋職員都俾國安拉過。但樓下書社寫完呢一段嘅説話唔夠一日，就輪到佢哋俾國安上門搜查同埋拘捕。當日集誌社去到樓下書社門口，就見到國安將着住我係書店店員嘅黑衫女職員扣上手銬，押上警車帶走。去到田園書屋，就見到國安帶走咗好幾箱嘅書。行動結束之後，政府就發新聞稿話國安處係接到海關嘅轉介，喺一批由境外寄到香港嘅貨物入面，發現有煽動意圖嘅書籍。又話經過調查，被捕者涉嫌喺書店入面展示同埋出售具有煽動意圖嘅刊物，所以扣留3女2男做調查。但成份新聞稿都冇講明具有煽動意圖嘅書籍係指邊一啲嘅書。警方扣留佢哋5個人2日之後，直至到星期5嘅朝早批准佢哋保釋。樓下書社嘅創辦人之一前記者岑允華離開北角警署嗰陣，淨係話關心同事嘅情況。我哋就留意到佢着住嘅黑色衫後面係寫住地上本沒有路，走嘅人多了，也變成了路。而呢一句説話係來自魯迅嘅作品《故鄉》。書店女職員離開差館嗰陣，亦都冇透露到今次係因為啲乜嘢書而被捕。不過就有傳媒引述消息話，今次嘅行動係關一本由台灣出版、書名叫做《為紅花綻放：習近平時代的認同與歸屬》嘅書。呢一本書係由美籍華裔喺外媒做過8年駐京記者嘅馮哲雲所寫，今年4月先至出版。阿妙就冇睇過呢一本書，不過都好好奇本書究竟係講啲乜嘢㗎啦，就上網揾咗啲簡介，見到本書有12個章節，分別係講20位中國人嘅故事，當中包括律師、企業家、鐵鏈女、書店老闆、抗爭者同埋逃亡者等等。作者之前出席一個分享會嗰陣時就講過，本書係想探討少數民族嘅身份認同問題，想呈現中國人嘅多元面貌。究竟呢一本書係咪同今次國安嘅行動有關？而香港係咪又有禁書名單啦？行家們都趁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去立法會嗰陣，想問翻清楚。鄧炳強都冇透露到係咪呢一本書出咗問題。至於當局係咪有禁書名單，鄧炳強就話佢哋針對嘅係本書嘅內容，而唔係書名。
又話政府唔會搞禁書名單，以免有人以為改咗個書名就可以避開法律嘅監管。佢又話法例已經寫得好清楚，乜嘢叫做煽動意圖嘅行為，書店係有責任確保賣嘅書唔會危害到國家安全。佢又話今次嘅行動唔係針對獨立書店，任何人犯法只要有證據都會依法拘捕同埋檢控。我聽完呢段説話都唔知應該點樣理解好，所以就揾埋前立法會議員單仲偕幫手解讀。佢就相信政府唔肯講係有禁書名單，係同基本法有保障出版自由有關。我哋一齊聽下佢點樣講。基本法27條保障出版自由噶嘛，即係如果有一個名單咧，一審查咪即係冇出版自由咯。咁當然咧，而家都有呢一個制度噶啦，透過呢一個文匯大公就放風話邊啲係禁書。總之你見到文匯或者大公咧，佢一警告嗰啲書咧，嗰啲書就要下架噶啦。你國安法而家咁樣咧，就算係有自由嘅限制都好啦，應該咧唔好動輒走去拉人。其實佢都可以有啲警告制度嘅。嗱，呢啲書係涉嫌，俾封信警告你咁樣樣。咁如果警告2日，你仲賣緊嘅，咁咪走去拉咯。咁起碼都叫做有個死得眼閉啊！你警告過我，全世界嘅即係國際金融中心咧，佢個資訊咧係好快，同埋好即時，同埋好全面嘅，係唔會偏頗某類嘅資訊嘅啫。咁但係而家喺香港呢個情況裏邊咧，出版自由咧間接死亡咧，咁呢個就會大大影響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嘅。除咗樓下書社之外，阿苗細個嗰陣成日幫襯嘅裕林書店，亦都預告咗做到明年4月就會結束門市。大家喺呢個暑假有時間嘅話，都可以去行下唔同嘅獨立書店，支持一班愛書嘅有心人。呢個星期我哋就講到呢一度，下星期嘅同樣時間再一齊聚焦一周。拜拜。